喺香港呢個信息萬變、追求卓越嘅國際都會入邊，好多專業人士需要嘅其實唔係一部 laptop 咁簡單，仲要係可以無縫融入喺好快嘅工作同埋生活節奏當中，仲要兼具頂級嘅效能同埋可靠性。咁今日啦，同大家帶嚟身旁嘅呢隻 HP OmniBook 7 14，正正就係滿足緊你哋啊！對於成日要帶部機出入入做嘢嘅人嚟講 ，laptop 嘅耐用性同埋重量非常之重要。機身採用鋁金屬材質打造，配色有冰川銀同埋粉紅色俾大家揀，更加通過咗美國軍規測試 MILSDD810H 嘅標準，通過耐熱、跌落測試等等嘅驗證，提升耐用性嘅同時，亦都兼顧咗時尚、輕巧便攜嘅需要，而重量就大概只有 1.43kg。而部分嘅組件更加採用咗再生金屬、消費後以及海洋回收塑料，更加獲得 EP Gold 同埋 Energy Star 嘅認證。等用家用電腦同時，亦都可以為地球嘅可持續性出一分力。螢幕方面，佢擁有14寸 WUXGA IPS 防眩光嘅螢幕，同埋 2.8K 嘅 OLED 螢幕俾大家去揀。解像度高達2880×1800，創作或者娛樂用途嘅話，可以揀用翻 OLED 嘅 display， 因為螢幕色域達至100% DCI-P3， 更加通過 FASA HDR400 嘅認證，亦都能夠呈現最真實嘅黑色，令到畫面嘅每一個細節都栩栩如生，層次分明。更加支援48至120Hz 可變刷新率，輕量嘅娛樂用途嘅時候，佢亦都會提升去到高達120Hz， 帶嚟順滑嘅流暢體驗。而閱讀一啲靜態嘅文件嘅時候，佢亦都會降低翻個刷新率，做到一個更加慳電嘅效果。而 Flicker Free 嘅不閃爍螢幕亦都可以減少由螢幕閃爍而引致眼睛嘅疲勞。更加通過咗德國羅恩以及 iSafe 低藍光嘅認證，就算長時間對住個螢幕都好，眼睛亦都冇咁容易話攰啦。硬件配置方面，呢一部機搭載住 Intel Core Ultra 5225H 14核心嘅處理器，提供強勁嘅動力。板載高達32GB LPDDR5 高速嘅記憶體同埋1TB PCIe Gen 4 NVMe SSD。Ultra 系列嘅處理器更加採用咗 Intel Arc Graphics， 無論係進行影像嘅一啲編輯、輕度嘅圖形設計，又或者做一啲高質嘅影音娛樂都好，佢亦都能夠提供流暢同埋生動嘅視覺體驗。而呢一部機另一個吸引之處就係佢嘅 CPU， 亦都內建咗專為 AI 運算而設嘅神經處理單元 NPU， 具備13 TOPS 嘅運算能力。而呢個 NPU 嘅作用就係將 AI 相關嘅任務從 CPU 當中分擔出嚟，用極低嘅功耗高效執行。例如 NPU 能夠輕鬆加速 Poly Camera Pro， 令到大家可以實現更加自然嘅背景模糊同埋自動取景等等嘅功能。咁大家喺任何嘅視像會議當中，亦都能夠呈現最專業嘅形象。因為當 NPU 處理 AI 嘅任務時候 ，CPU 同埋 GPU 就會騰空翻出嚟，分配去到其他可能你 run 緊嘅 software 當中，令到系統確保可以保持住佢嘅穩定性同埋佢嘅流暢性。HP OmniBook 7 14亦都配備咗500萬嘅 IR 視像鏡頭，提供更加清晰細膩嘅視訊畫面，等你可以喺會議當中呈現最佳嘅形象。更加支援咗 Windows Hello 面部識別功能，實現安全快速去登入 Windows 系統當中。而佢嘅物理式鏡頭護窗設計亦都可以俾用家嘅私隱得到保障。另外佢嘅喇叭亦都由業界領先嘅 Poly Studio 進行專業嘅調校，配合住 DTS:X Ultra 嘅技術，確保你嘅聲音清晰能夠傳遞，對方嘅話語亦都能夠字字清晰，帶嚟錄音室等級嘅通話品質。喺追求輕薄嘅同時，我哋亦都唔會犧牲到佢嘅實用性。HP OmniBook 7 14佢嘅 port 位亦都非常之豐富，等大家可以方便連接唔同嘅設備，包括有一個 Thunderbolt 4 USB Type-C， 一個10個 GB 嘅 USB Type-C， 兩個 USB Type-A。一個 HDMI 2.1， 一個3.5mm 耳機連咪嘅組合插孔，更加支援 WiFi 7嘅無線網絡制式，為你提供未來更快、更穩定嘅無線網絡連接體驗。總括嚟講 ，HP OmniBook 7 14有3款唔同嘅型號，迎合唔同用家嘅需要，係唔單止擁有住無與倫比嘅視聽體驗，更加搭配住智慧高效嘅性能核心。一部機喺影音娛樂去到工作之間，亦都能夠取得完美嘅平衡嘅機款。有興趣嘅記得嚟睇睇呢隻機款啦！